再来看高雄市为了全中运来办选手的竞选，伫台军道74公斤级的决赛，所发生有选手互拍着伤。也毋过，大会针对违规的选手无禁赛，也是讲处罚，互着伤选手的教练佮家长是非常的不满哦。互指控拍人的选手，学校是表示讲，因为比赛的过程哦是真激烈，这是无细腻的，嘛已经甲对方会师咧，双方嘛已经讲和咯。比赛停止的声音一弹，两名选手失去重心倒伫涂骹，红衫的选手说出手，拍着对方的目睭，亲像即款连续出手攻击头部的举动，比赛过程当中出现几落界，嘛互穿蓝衫的选手虽然最后赢，毋过面煞受伤。在谈到规则上面是攻击头部是违规的，以往的案例就是会有黄牌啊，就是直接出场啊，对啊，如果是在全国赛或国际赛，一定是这样子。这场比赛是高雄市中等校校运动会选拔比赛，赢的人会当代表高雄市参加全中运。不过比赛过程攻击对手面部的这个举动，互拿赛的选手一度站袂起来，嘛有教练还有亲友非常不满。其他做过裁判的教练则是讲，跆拳道的比赛非常的严谨，袂当故意攻击头部，若是互认定无符合运动家的精神，也是有重大违规，有可能互判失格。选手是用比赛正规的方式在做对打，或者是他是根本就是用虚拟的方式去出拳，或者是恶意的去踹对方的比较私密的地方那当然这部分呢也是会判。那对方学生因为把我们的学生有一点违规动作把他抱倒，自己跌倒摔倒，所以我们的学生可能在不小心之下去挥手挥到他的脸。红衫选手的校校回应，比赛停止了后，佮出手是因为有时间差，学生袂赴收手，毋是故意要伤人，已经甲对方会师咧，而且已经和好。教育局只是回应，比赛按照惯例拢是看裁判的判决，但裁判长嘛有提供申诉书互伤者的教练，毋过因无申诉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汉坤高雄报道。